2024年，台湾这个展将要伫今年10月选伫市场古迹西市场作为主要的展场。不过，台南市议员陈义珍对去年10月就一直关心西市场的整修工程进度，对完成预定今年4月，延到6月，甚至要到今年8月才用的完工。互未少的议员关心，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的设计展？4月又到8月，又延宕了这4个月的工期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？那其实因为这个8月到10月的设计展，其实是时间更紧迫。昨天财税局哈，他说他大概6月可以完工，离8月可以完工，离这个10月就很接近哦。那你看你是8月，他是6月完工，离10月已经很近，你是8月才完工。那如果这个工程又有点状况的话，你要怎么办啊？跟议做报告哈，所以我们当然是抓8月，但是我们这中间只有跟我们的那个施工厂说，我们还是要赶快把这个进度赶上啊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看是不是还可以提前一点。一定要8月真的是已经非常紧迫的时间，10月份就是设计展哦，所以我想8月绝对不能再跳票，因为之前已经从4月到6月，现在到8月这个时间绝对不能跳票，因为未来台湾设计展这北当闹苦耶哈，这个脸丢不起啦哈，所以我想，如果这个园区已经人家在设计展，你旁边在施工，那些看紧的哈。除了关心西市场的工程进度，另外议员嘛关心地政局所属的地政事务所有明显的劳力不均。议员以安南区的人力编制44位，甲其他地政所的人员差不多。不过，服务的案件却是各地政所的几啊倍。提醒市府伫个人力要做合理的分配。对此，地政局长回应，目前有做跨所的资源，未来会定期来检讨人力的配置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